对吧？稍等开，等下来人家这是没大雨，开嘛没得。开嘛，开嘛，开了，开了嘎。45一块啊，不高，哪个的啊？我的，好小套的，哎呦，它老大，大力打，大力打。老师还有2块呢，我去。我去，大力打哦。打球棍打不掉。就是打我原来打我进去我头拿打很了，那些头一块那个去，我去，好。我看没看错？我没看错，我再搞一次。老师上面。太热了。好的，方向是好的。压不得住。老师还有1块呢，我去。我去喝吃苦了。用3块啊。这现在来吧。这家都是那个，我是来吧。这边那个，你来上边那个，向往。休息哈，松哈休息哈，结束了那一块。我都搞6块了，搞到这里。他多大一块？现在在打算。一个红帽，一个红帽。冒红，这手该来的，干啥的？红了吧？这锅里有2块，这锅里还有个，好，你说了这么多啊？这不是是不是那可以干了？到绿打的，他们是。到哪玩那边啊？到那边。到绿打的。那位理由，到绿了。绿打我看了。好了，回来1块了。我谢你。有下面来讲的呢，我打你。面对这样，面对俺这边，俺朝那他边。在打我弄那边。面对那边。他这2块了是吗？面对那边。14是红帽的吧？不是青帽，青帽，红帽是小套的，他绿打的。不对。你看拿起都没打。还是面对的在打。我还说是，即便想通我不然那个8是不好的，俺加油就说2个才参加，打成鸡打的样啊。你说他有打的？反正中途是差不多的，你换成18的嘛。他有绿打哦。这套的咋2块？谢你。5块了啊。几号的找不中啊？5块，我们是到华为。外围的这5块。就是外围的那就不中啊。有他绿打的呢。都少了。哦，他说是绿吃刀。真毛啊！这么熟了是吧？太早了，打不动现在。我那会飞哦，那必须的。打到一半，我拿起来去比。你不做呢，那就是他老大。用了。多些。我还在这里。绿打多少呢？
老师就来3块，2块，这点放那里，1块，小老师就来1块。ถ่ายกับป้าดิ 我爱打多很呐，一直都爱打。他打到背了，不背都开心了。你找个背了，一直爱打。那我累太大了。现在多他不躺这个吧？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การต้องการมันคือ 我打没他是那会带球嘛，打了。นี่แต่ซอตั้งหา 真的，他那个太力大了，80太轻了啊，80太轻了。 เขียนตาอะไรเนี่ยตา 打了么子人家吃7分钟， ตาอะไรเรื่องเขา 来了，不忙的。 การให้สีสุ่มเราเขา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เราเขาช่าง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รื่องว่าเขียนตาเป็นเกี่ยว 他再说，นั่นเป็นป้ออย่างนี้ 我还吃点狗。我放水我是这个，3到5手这里，5到2。我打啥种？5打2吧。 5到2嘛，放我弟弟。没有，我俩红完我头。 ที่ไรล่ะ 蛮厉害。哎呦，大炮，看到炮，看到炮。这哎呦，妈是肚子爆。爆，这没有。